小朋友，我哋今日學嘅字係在。在。小朋友啊，你哋有冇見到呢個字下面有個土字呢？原來啊，呢度有一啲旗仔插咗喺土地上面。咦，啲旗仔喺邊度啊？旗子在土地上。咁呢個字係點讀啊？在。冇錯啦，小朋友，欣賞你哋好專心啊！在字有兩個用法嘅。第一，在係話俾人聽你嘅位置喺邊度，例如我在家，即係我喺屋企咁解。妹妹在動物園，即係妹妹喺動物園。第二啦，在字係話俾人聽你喺度做緊啲咩嘅，例如哥哥在看書，即係哥哥喺度睇緊書啦。子子在跳舞，即係姐姐喺度跳舞咁解。記住啦，見到支旗仔同埋土字就係在字啦。記住呢個故事，認字就係咁簡單㗎啦。記得 follow我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